女人都中意睇衫，阿恒亦都唔係一個例外。當佢見到一間照相鋪入邊嘅窗櫥放住一個着住結婚禮服嘅木頭公仔嘅時候，佢個心就開始乒乓乒乓咁樣跳起嚟。嗰套禮服係用白紗嚟縫製，薄到好似禪形一樣，好靚。阿恒睜大隻眼望住呢套禮服，佢開始妒忌嗰個木頭公仔。阿恒心入邊諗，就算係最醜陋嘅女人，着上一件咁靚嘅禮服，亦都會變得好似天仙一樣咁靚。佢睜大一對充滿妒忌嘅眼睛，眼定定咁樣望住嗰套禮服，望咗好耐。個木頭公仔忽然之間展露出笑容。木頭公仔係唔會笑嘅。嗰個着住結婚禮服而面露笑容嘅，竟然係阿恒佢自己。佢面前嘅嗰塊大玻璃忽然之間唔再透明，變成一塊鏡子。阿恒望住鏡裏邊入邊嘅自己，身上着住白色嘅禮服，靚到好似天仙一樣。巴士停定之後，一陣突發嘅衝動令到淳于白跟住其他嘅乘客落車。佢唔知自己點解會咁樣做，但係結果佢都係咁樣做咗。呢度係旺角，以前佢喺呢條路上邊走過無數咁多次。呢度有太多嘅行人，呢度有太多嘅汽車。旺角永遠都係咁擠迫嘅，每一個人都好似有需要做嘅事情一樣。嗰啲忙到滿頭大汗嘅人，唔一定係趕住去打劫。百貨公司入邊嘅日本洋娃娃笑得好可愛。歌劇院入邊嘅女歌星有一對經過美容醫生割過嘅雙眼皮。旋轉嘅餐廳，開心明明嘅月餅會，本版書一律7折。聽日下晝3點開始供應陽澄湖嘅大閘蟹、蝦餃、燒賣、春卷、芋角、粉果、叉燒包。照相館嘅隔籬係玩具店，玩具店嘅隔籬係眼鏡店，眼鏡店嘅隔籬係金鋪，金鋪隔籬係酒樓，酒樓嘅隔籬係士多，士多嘅隔籬係新潮服裝店。阿恒走入咗一間新潮嘅服裝店，睇到一啲款式古怪嘅新潮服裝，有一件衫喺個心口入邊印住2個心，而另外有一套就印住好多好多個 I love you。 阿恒對於呢套印住 I love you 嘅衫最感興趣，佢心諗阿媽係唔識英文嘅，買咗翻去阿媽一定唔會責怪，着起呢套衫話唔定會引到啲唔相識嘅男人嚟同我講說話呢。直到目前為止，阿恒都係未有男朋友。當佢行出呢間服裝店嘅時候，心入面有一種莫名其妙嘅感覺，好似係高興，亦都好似係有啲惆悵。新潮服裝店嘅隔籬係石油氣公司，石油氣公司嘅隔籬係金鋪，金鋪嘅隔籬仍然係金鋪，金鋪嘅隔籬依然係金鋪。企喺金鋪嘅櫥窗前邊，眼望住呢個雙喜字，幻想自己結婚嘅情況。嗰一間係全港9最大嘅酒樓，可以開到200幾圍，牆上邊掛住一個大紅雙喜金字章，前邊係一張紅木嘅茶几，茶几上邊點住一對龍鳳燭。佢同新郎哥坐喺茶几前邊，新郎好英俊，有啲似柯俊雄，有啲似鄧光榮，有啲似李小龍，但又有啲似狄龍，不過亦都有啲似阿倫狄龍。一陣嘅凌亂腳步聲將阿恒從幻想世界中帶回現實。一個長頭髮嘅青年向住佢跑過嚟，撞咗佢一下。阿恒差啲失去平衡，一時嘅氣憤令到佢講咗一句好難聽嘅說話。但係呢句說話出口之前，嗰個青年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喺附近有一陣騷亂，雖然唔知係咩事，
但係見到警察，心入面難免有一點驚慌。當警察喺佢面前跑過嘅時候，阿杏嘅憤怒變成惶恐，佢睜大一對充滿驚訝嘅眼睛。唔知喺邊度突然間傳嚟一句說話：有人打劫金鋪啊！聽到之後，阿杏嘅心跳加速，好似一隻拳頭喺佢內臟入邊亂撞一樣。阿杏有啲手足無措，而理智亦都暫時消失應有嘅清醒。佢好想離開呢個現場，但係兩條大腿並冇依照佢嘅意志而移動，佢只係呆呆咁樣企咗喺嗰度。有兩個男人距離佢唔夠3尺地方大聲講說話。哇，真係大膽啊！得一個人咋，一把西瓜刀同一個大石頭，用西瓜刀要挾住入邊嘅人，用石頭打爛色鬼，就係咁樣就搶走咗幾萬銀金色啦。有人見到嗰個搶匪淨係搶鑽石同埋翡翠咋。唉，真係夠膽量啊！唉，只要夠膽都唔使希望中馬標啦。阿杏回頭一望，見到嗰兩個男人之中，其中有一個揸住一條長竹竿，上面夾住好多馬標，佢係一個賣馬標嘅人。淳于白繼續向前行，行人路上有太多嘅行人，旺角永遠都係有太多嘅行人。佢企喺一間眼鏡鋪嘅前邊，將古老當時興嘅眼鏡框當作好似藝術品一樣咁樣欣賞。淳于白心諗，幾年前我係唔需要戴眼鏡嘅，但係而家唔單止睇電影要戴眼鏡，睇書睇報紙嘅時候更加要換老花眼鏡。佢嘅思路被兩個人嘅說話打斷。嗰兩個中年男子，一個肥一個瘦，肥嗰個神色好緊張，講嘢嗰陣時隻眼睜到好大。你知唔知啊？咩事啊？嗰邊有間金鋪俾人打劫啊！咦，咁有冇捉到個匪徒啊？匪徒搶走一批金飾，就喺人群之中走甩咗啦。哦，咁金鋪損失幾多啊？好似話唔見咗幾萬銀金飾喎。咁有冇人受傷呢？咁又好似冇。唉，香港嘅治安實在太差啦。肥嗰個嘆息咗一聲，瘦嗰個亦都跟住嘆息咗一聲。佢兩個人互相講咗一聲再會，跟住一個就向南行，一個就向北行。淳于白繼續向前行，佢見到一隻黑狗，隻黑狗肥到好似豬咁樣，搖搖擺擺咁樣行緊過嚟。行到巴士站嘅旁邊，佢提起一隻腳，就喺銀色嘅欄杆上邊屙尿。有一個婦人，佢個皮鞋被呢隻黑狗嘅尿整濕咗，佢就大聲咁樣向呢個黑狗喝咗一聲。淳于白見到呢一幕，都不自覺咁露出咗笑容。佢想起一隻叫做瑪麗嘅獅子狗，同埋另外一隻叫做萊興嘅獅子狗。當佢仲係讀中學嘅時候，佢屋企養過一對獅子狗。後來瑪麗死咗，萊興亦都死咗。佢個屋企總共有5隻獅子狗。當佢離開上海嘅時候，5隻獅子狗圍住佢身邊係咁吠。淳于白行到一間服裝店嘅前邊，